新闻车时来看，台大化工系实验室今仔中昼爆炸火烧，有9个学生受伤，其中2个人烧烫伤，7个人红砸到，分别送台大病院、甲万丰病院治疗。台大冇出面说明事故的原因哦，但连线互记者郭柏坤、张玉水，甲咱讲现场上新的状况。 来关心台湾大学化工系的实验室技术爆炸的消息。根据校方的讲法，目前有9个学生是受伤，有2个学生是烧烫伤，有7个学生是呼吸道有去击伤，分别送到台大病院甲万丰病院急救。那校方的方面，他都也有出面接受媒体的访问，来看因的讲法。 氯化铝应该是还好啦，对，应该不是导致这一次的一个因素，但是不是那个，其实我们也还不清楚啦。那有道些研究生他们在做什么类型实验，或者是什么学术实验？学术实验我就比较不清楚了，但就据描述可能啦，疑似是那个燃煤油的因素。 不过我们是不是一样？还是我那句老话，我们等火调结束之后，还有环卫中心这边调查结束之后，会有比较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。校方表示，这摆爆炸起火烧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学生在咧做实验的时阵，因为燃煤油，也就是大家讲的番仔油致使火灾，而且根据校方的讲法是有气体爆炸的情形。 根据了解，起火烧了后，警消人员是随赶到现场，赶紧撤离归档的人员。那烧烫伤的学生是紧急伫咧外口用矿泉水来降温，搁再送到病院去。因其他的学生是分别送到台大病院甲万丰病院。目前也已经启动重大伤患机制。 校方表示，因为目前现场只有火调人员通入去，因也等咧了解起火烧爆炸的状况。详细爆炸的状况原因到底是啥物，也阁有灾损的情形，拢爱等待调查才知影。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台湾大学的连线报道。